虽然爸母足疼咱，毋过伊嘛无法度解救咱的自由。佛足关心咱，足疼惜咱，师尊也步步关照好。但是如果咱若无迄个心境，无迄个意境，无迄个赞助，要会当感佛的运移困难。唯有心得内面才有得，有行过才会去感受到。互较要伫遮甲咱做一个共勉。这个常常就是讲，爱不间断，毋是初一15来献一个香，毋是参一个小班。那安尼讲起来呢，还佫不足啊！必须爱不间断时时甲秉持着佛的这个德行，确实需要咱安怎如何去甲伊用功。那安尼讲啊，有去感受到道会显现自心自悲，迄些显现自然就会报佛的功劳。安怎报佛功劳？自然就会去度生。产生自悲心，毋免人讲，就会自动自发，因为有感动就会付出行动。那安尼讲起来，一直不间断的去甲行持，然后方日尽于道，自心当中的道心显露，其理行止。而且讲，离不地当面错过，因为咱事实上讲互学，尤其。慢慢安尼甲体受起来，咱会当进入了道场，坐这位善意，咱着爱坐稳，着爱坐了解这个法存，要互咱离。咱家己即讲啊，要秉持着佛的德行，咱家己爱这个自心当中应该有去甲认识，有去甲认识，有去甲即讲要报恩，就是外口有去行道办道。即个种种因缘，要会当开悟，要会当讲了消生了事，毋是讲而且讲空空洞洞，亲像讲口头禅直直讲尔，事实真正实实在在、切切实实，无去甲做过，德行是无法度啊流露，也许咱会当蒙骗兄弟姊妹，蒙骗别人，毋过咱袂当去蒙蔽着咱的心性。咱嘛袂当欺骗着咱家己的心性，所以讲，这课互学要来以最真行参考。咱要安怎真正要退掉咱自心当中，这过去的五质五件实量，确实无用一款彻底功夫，实在毋是遐简单讲明珠啦吼，互久被尘劳封锁，要讲真正展现伊的光芒。方法爱着勤力行止，那么互学来以至于这个强勉，而且讲诚如古诗云：“乌影山前一山顶，照铁大地放光明。有人识得厝顶食，便是终生不老情。”咱和老前人借着古诗甲咱讲，乌影山前，这毋是外口的山，是咱自心当中的灵山。都有一山顶，有一个故事就安尼讲，有一个呢网包，就是讲失明的人，伊去找因朋友，一时去找伊，就开讲啊，伫遐用餐啊，天暗啊，伊就要倒来厝休困，因朋友就甲伊讲你要转去吼，我点一拍灯仔火互你通转。伊讲我有点甲无点拢共款啊，因为拢无看，这个朋友就讲无咯，你点这拍电话，别人就看到你，然后看到你才袂去甲你动着，才袂去甲你挨着，才袂甲你呛到。伊想讲，伊嘛是有理啊，真仔就点一拍电话呢，互伊赢啦。赢到看路的时阵，照常去用煎一个从我挂伫涂骹，就甲伊讲无你是目睭失明无看哟。伊讲是啊。无我哪有看？讲你无看我？伊就迄个网包失明的讲，你无看我手举一个电话呢？讲电话早就欢喜啊！所以互学而且有这个感受，咱若要照外口的灯，外灯有时真，外口的灯伊点会倒，甚至点倒若都无油的时阵，人咧讲就会欢喜啊！
外口的顶，不管讲像即个科技才发达2000外，伊有时间，伊有空间的即个音源，必须爱为中明灯认定无尽。中明灯是啥物？叫做有法度啊，永远光明的是啥物？就是咱的正觉心，正觉的心。咱就等于一工，点传师代表着咱济公老师代理秘书，伊就甲咱咧讲：于君子女一条路，灯光照眼请客到，混谈长生不老天，伊安尼讲念到尾啊，伊就讲一句，咱会当去体会，其实自心当中有一撮灯，有时啊，往往咱会去外口顶顶。咱今仔求了道，咱会阁想啊，得求道老师，咱点文书就甲咱讲啊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咱哪会无法度啊？因为一个开幕者，一定完全照亮，所以来去自由无障碍。咱众生有这个灯，有时啊有倒忽暗忽明，嘛会亲像啥魔鬼。伊的心若显了的时阵天使的心话，一切都很美好。若是魔鬼在做主的时阵业障业绩意识在做的，迄阵就无心啊，就暗暗呢。所以讲，才讲有人识得初灯者，这个识得就是讲爱明明白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这个灯，这个中明灯，有法度通啊好。显现，那安尼显现才有法度啊！大家后壁讲的讲中心不能静，这是已经大家开悟意境。那么咱如何要互咱这个灯，因为灯要倒咧，要一灯燃百灯，要灯，就以淡无互相论即故来以罪精现，大家来强烈，要安怎互咱这个心灯会当照耀？但无互相论，伊安尼讲，以心为台，以心为灯柱，精珠界形，以为天用，智慧明达，如如灯火。但无互相论是讲，爱用心灯台啦，做灯台心做灯心，精珠界形，啥物精珠界形？就是讲爱加油，精就是讲不仔细的，个加。去毛病做应该做的，无应该做一点仔都无做，对不起人的代志都无做，对兄弟姊妹有益拢去甲做，这讲起来拢是家自修心，凭外口亲民道场的工课，安尼讲叫做添油，一直不间断，请要走远爱啥？爱加油。咱还袂智慧明达的时阵，就是爱不间断的去甲前进，才精珠界形。所以讲，其实回天有5个条件，爱戒律、品行、回孝、愿力、德行，这就是要回天的资粮。那么，这毋过互孝安尼感受啦。如果咱的身躯若无这个身躯，无这个灯台有灯芯，伊也无法通倒啦。若有灯台，就是讲有这个身躯，若无这个灯芯啦，安尼嘛无效啦。就是这两项身心爱配合，爱合齐。所以咱定有讲一句讲哪条，就是安那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同款咱这个心嘛爱安那，爱会发心，爱会去做出来。才有法度通专心为治，才有法度慢慢，互咱的智慧会当显现啦。安尼叫做灯火，咱好啦，这里伊阁甲咱讲，有心敬牛，牛敬礼；无心敬牛，牛相比。咱拢知影，天下间至亲是啥？至亲就是咱的爸仔母啊。爸仔母互孝拢安尼家己感想的，哪怕生着拉里头啦，还是讲迄个囡仔是有智障、残障的兄弟姊妹，迄个妈妈伊就是
看伊世界上伊上古锥的。老一辈拢讲，爸母对囝是最中流，啊囝对爸母亲像麦风台在摇，有时有阵啊。就咧讲，其实爸母永远拢关心咱，敢若孙孙老来嘛，永远拢是步步关照好，但是才会讲有心，爱有心哦，就是这诚心，因为诚。